每次我哋抬頭望住天空，見到巨型飛機劃過，心裏面總會閃過一個疑問，到底呢啲幾百噸重嘅鐵鳥，點解可以飛上天㗎？你以為靠燃料就夠？少年，你太年輕了，背後嘅物理學，遠比你想象中精妙。首先，飛機之所以能離開地面，全靠升力。你睇下機翼嘅形狀，上面彎曲，下面平坦，呢個設計大有學問。當空氣流過機翼，上面嘅空氣要行嘅路程長啲，所以速度會加快，下面嘅空氣速度慢啲。根據伯努利定律，流速快嘅地方壓力低，流速慢嘅地方壓力高。咁樣，機翼下方產生嘅高壓，就會將成架飛機向上推起嚟。但齋有升力係唔夠嘅，飛機仲需要向前衝嘅推力。呢個就係噴射引擎嘅魔法啦。引擎會吸入大量空氣，壓縮燃燒，然後以極高速度從後方噴出。根據牛頓第三定律，當引擎向後噴出氣流嘅同時，亦會產生一股同等而相反嘅力，將飛機強勁咁向前推進。當然，飛機飛行仲要對抗重力同埋空氣阻力，工程師要精密計算，確保升力同推力足以克服呢啲阻礙。而喺空中自由翱翔，點樣轉彎、升降同埋保持穩定呢？全靠機翼同尾翼上面嘅升降舵、方向舵同副翼。飛行員透過控制呢啲細微嘅翼片，就可以改變飛機嘅姿態，做到精準嘅飛行操作。所以話，每次安全嘅起降，都係人類智慧同精密工程嘅結晶。下次你再搭飛機，就會知道你係坐喺一個點樣嘅奇蹟之上。